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arrie 李若凡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喺美金堅挺嘅情況底下，踏入2026年到底有啲咩貨幣值得期待嘅。首先我哋嚟討論一下點解美金會堅挺啦。其實最新嘅聯儲局會議佢哋係進行咗一次減息嘅，同埋咧都釋放翻一啲唔太鷹派嘅信號，導致美匯指數其實係由早前嘅高位啦100左右回落翻去到98.5左右嘅。咁至於唔太鷹派嘅信號，主要包括兩方面啦。第一方面咧就喺個最新嘅預測嗰度，我哋見到咧喺個通脹率各方面啦，覺得嚟緊可能冇想像中嘅咁高啦。咁另外咧就係個失業率都係維持不變嘅。第二樣嘢咧就係個聯儲局嘅主席啦，佢有提及嚟緊可能個關稅對個通脹嘅影響會逐漸消退。至於勞動力市場咧，就有機會持續逐漸咁樣降溫。咁通常咧，我哋都需要係見到勞動力市場表現強勁，或者係通脹率好高，聯儲局先有機會暫停減息。咁但係而家佢哋比較擔心個就業市場，又好似唔係咁擔心嗰個通脹嘅時候咧，可能講緊嚟緊都仲有空間咧進一步下調利率嘅。市場而家就估計聯儲局出年咧有機會係減息2次，但係我哋自己啦，或者係最新聯儲局嘅點陣圖咧就顯示可能講緊出年只係需要減息1次嘅啫。咁主要係因為我哋見到美國嘅經濟咧仍然係堅挺嘅。咁即使最近嘅數據表現唔太理想，但係唔少嘅聯儲局官員都有提及啦，喺呢個美國政府結束咗停擺之後，踏入出年上半年咧，都唔排除個經濟顯著反彈嘅可能性。到時如果真係出現咁嘅情況咧，聯儲局最終如果唔及市場預期咁鴿派嘅話，可能講緊真係只需要減息1次嘅話，相信美匯咧有機會喺97到98嗰度揾到一啲支持啦，甚至乎重新上試翻100嘅水平嘅。咁啊，回顧翻喺呢個年初至今啦，大部分貨幣對美金仍然係錄得一定程度嘅升幅，但係咧留意翻啦，就喺呢個第4季以嚟咧，個貨幣嘅表現咧都出現一啲分歧嘅，尤其是表現最好嘅 G7 貨幣咧3隻嘅話就係商品貨幣、澳紙、紐紙、加紙。咁至於點解呢3隻貨幣咧會係表現比較強，甚至乎踏入2026年仍然值得關注嘅話，我哋主要係因為睇到個貨幣政策嘅分歧。咁首先講翻美聯儲嗰邊啦，即使佢哋係嚟緊未必想像中咁鴿派，咁但係始終咧，我哋都覺得佢哋會進一步減息嘅。咁但係相反嘅話，澳洲或者紐西蘭或者加拿大央行，大家已經覺得佢哋結束咗個減息週期，甚至乎2026年咧會係重新開始加息嘅。咁點解佢哋有機會加息？主要係因為紐儲行減息減咗一大輪之後，終於咧釋放翻一啲比較鷹派少少嘅信號啦。咁啊，澳洲儲備銀行啦，或者係加拿大央行都係有類似嘅鷹派信號咧傳達到出嚟嘅。澳洲嘅有一啲通脹率高企，加拿大咧甚至乎喺呢個關稅戰嘅影響底下，似乎經濟咧仍然係堅挺嘅。第3季嘅經濟數據啦，包括埋最新嘅個就業數據，都係遠超乎預期嘅。所以而家嚟講嘅話，如果呢幾個央行係會加息嘅話，喺息口方面嘅優勢就有機會支持佢哋咧進一步向上噶啦。咁至於可以去到邊嘅話，我哋首先見到澳洲紙對美金啦，可能首先去試下9月17號嘅高位，大概係0.6710附近嘅，咁再高啲咧就會係0.68左右嘅高位啦。咁至於紐紙對美金嘅話，如果可以突破到0.5860、0.5880嘅位咧，就有機會進一步向上試翻0.60左右嘅高位。美金加紙嘅話，穿咗呢個1.38之後咧，首先試下呢個1.3720嘅低位啦，咁再落咧就已經會去到1.3630左右噶啦。咁今日咧對呢個分享咧就到呢度為止啦。下一期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對一啲比較弱嘅貨幣嘅一啲睇法，包括日元，敬請期待。